阿婆，我唔見咗副眼鏡啊！我係心心醫師啊，大家相信都有試過唔記得嘢嘅情況，好多人都會擔心究竟我係健忘啊，定係我真係已經開始記憶衰退呢？咁我哋講少少分別，健忘亦都即係平時成日講嘅冇記性，例如唔記得咗支筆放咗去邊啊，唔記得咗鎖匙放咗去邊啊，呢啲係短暫性嘅，轉個頭又會記得翻嘅。咁而我哋講到話記憶衰退或者大家擔心嘅腦退化，其實就係會將一啲好重要嘅事情或者一啲反覆提及過嘅嘢都唔記得咗。例如我會入咗去廁所出翻嚟，唔記得咗去咗廁所未啊？唔記得咗點解自己要入呢個地方啊？咁呢個情況嘅話就比較嚴重啦。建議可能及時做翻一個腦嘅掃描去睇下會唔會腦已經發生咗退化嘅情況。但如果只係好似前面所講話，成日大頭蝦唔記得咗啲嘢，或者太多件事情忙緊啦，10件事你只可以記得其中5件事，其實呢個就只係冇記性啫。咁我哋日常中咧亦都可以加啲健腦嘅計劃嘅，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大腦保持活化？咁首先我哋每日要抽10分鐘出嚟接收啲新嘅信息嘅新嘅資訊咧，可以保持大腦靈活，同埋一啲大腦嘅練習啦。咁坊間都有好多種唔同嘅大腦練習嘅。咁最簡單，大家可以選擇去一啲背誦性嘅，例如我要背翻唐詩三百首，每日背1至2首嘅，或者咧我哋玩一啲數獨，甚至去打麻雀都可以嘅。呢啲要我哋同時手眼協調，心腦都要去做記憶嘅活動咧，可以好好咁幫助我哋維持一個大腦嘅好記性嘅。咁樣啦，同埋保持一個充足嘅睡眠，亦都非常重要噶喎。我哋瞓得唔夠嘅時候，大腦得唔到充分嘅時間休息，佢自然就做唔到嘢，個記性亦都會下降。咁要留意翻，有時冇記性咧，唔單止係一時嘅大頭蝦，其實已經係身體俾緊你嘅信號，佢有可能係因為你嘅腎精唔夠，你嘅氣血不足，或者你個腦部供血唔夠而影響咗你嘅記性。咁如果大家有呢個健忘嘅症狀，記得要及時接收佢同及早去做治療。